位乡亲平安，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，我是丹妮。今麦选举进前就是上尾一礼拜啊，国民党的候选人是拢真拼死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去桃园甲新住民的支持者见面，伊答应讲，若是伊选调，会保障新住民新二代的权利，而且延长外籍配偶因爸母来台湾签证的时间。也那国民党侯友宜是继续批评赖清德。 讲伊从到大高端的改变，也阁有对废除死刑的看法，是要毋讲好明，无达得大家信任。也那民众党郭文哲是去高雄拜票，争取支持。针对韩国瑜发讲，叫大家甲选票都拢转互拿赢。郭文哲讲，韩国瑜是受到党内压力，伊才会安尼做。 选前超级礼拜日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到苗栗桃园屏东甲高雄拜票，也甲新住民支持者见面。赖清德讲，即要认同台湾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会保障新住民甲新住民第二代权利。也讲若当选会加强培训统一人才，甲延长外配爸母来台签证时间。妈妈从娘家过来台湾帮忙看孙子，但是好像签证的时间很短，那我们就来延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是对桃园来到高雄大造势，那国民党大咖教场坐镇，前台大校长管中敏也出现来支持，展现团结气势。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，讲伊无愿意正面回应废除死刑的看法，也无兑现改变高端的承诺，我都互人民来信赖。选前就这个态度，选后咧，伊敢会参与人民呢？完全不敢很清楚的对废死或反废死讲一个态度出来。 讲到现在1个礼拜了吧，完全没有要解密的状况。也民众党郭文哲规工拢伫高雄超队来拜票争取支持，不过国民党无分区立委提名人韩国瑜，比如伊亲像空气枪真闹热，不过袂赢，呼吁支持者集中选票投予国民党。郭文哲无放在心肝内，指出韩国瑜是遭受党内压力，爱操作去补。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哈，一定要配合操作弃保哈。 其实这个跟他私下跟我讲的都不一样。私下他怎么讲？我才不会跟侯友一样，把人家私下简讯公开拿到外面来念了。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民众党伫年，伊嘛拢选伫高雄举办大型造势活动。郭文哲、侯友宜也拢来到随风夜市来拜票，互相拼人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也那国民党副总统的候选人嘛持续伫拼选战。民众党吴欣盈去中部扫街拜票，呼吁大家都爱起拿力来保台湾。 互政治才有改变。也那民进党萧美琴是搁一届去台东辅选，希望民众加支持，互台湾会当平衡发展。另外，国民党赵少康是甲中国国台办发声，希望选举会当和平，中国军机莫搁来啊！ 继续7日暗时伫台中的造势气势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初一继续伫中台湾用车队来拜票。对国民党对手赵少康讲，郭文哲加国民党豆腐，伊是直接来回击。谁有实力，就等1月13号见真相。超过15万的这个支持者，在主席的昨天晚上的造势活动，所以我相信这个氛围要弃蓝绿保台湾。 要能让这个政治环境能翻转，这个意愿是非常强烈的。那只有民众党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另外，国民党赵少康伫台北为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造势，伫游选前的同时，更加向中国国台办发威，要求全国解放军相关单位莫阁互强击到海峡中线附近。剩下1个礼拜，台湾要选举，不要再到海峡中线附近。 哦，请你们让台湾海峡保持和平，让我们的选举能够非常平和。哦，那因为每天这样来给台湾人民是有压力的12月既然能降低，为什么1月不能降低呢？保持这个表示一个善意嘛。传统服饰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萧美琴是到台东来辅选，伊申请人间国宝百万组工艺家单利优美，请受长板的家来表达感谢，更加拍出进前伫花东服务政绩，期待未来台湾各地有更加平衡的发展。美琴跟赖清德是这次3组候选人里面唯一曾经在台北以外的地方参政过、经营过。 不只是台北的角度来看台湾，我们甚至是可以从世界的视野来看台湾，将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。
山前黄金周超过礼拜日，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继续全台广场拜票拼人气，要把握最后一个假期的时间来冲关山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大选剩上尾6天，中国外交部伫这个敏感的时刻宣布参与制裁美国5间对台军售的企业，叫美国都要停止武装台湾。另外，根据国防院上新的报告，中国若是拍台湾，头一批登陆的兵力可能有到10万人。不过，有分析讲，中国军方欠缺作战的经验，因若是决定要拍台湾，面临的风险是真大。拄到咱国大选剩较无1礼拜的敏感时阵，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5间军工企业，叫美方停止武装台湾。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罗织各种借口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非法单边制裁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中方决定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。中国持续武力恐吓台海，国防部初日公布，查到8架强机、6架强艦，也甲一架中共空飘气球绕台。这是2024年元旦以来连续6天有13粒空飘气球侵扰。国防院1年1届的强军建军发展评估报告中提起，若是中共武力犯台，头一波海空登陆兵力可能达到10万人，包括3万的空降兵军、陆军两车合成力3万人，也甲4万的海军陆战队等。不过报告嘛分析，强军无两车作战的经验，而且爱伫台海反南防空无对称战略部署监控下，穿过100多公里宽的台湾海峡，风险相当高。诺曼底登陆只有几十公里，那台湾海峡就相对宽了很多。横渡台海的时候，那时候它的兵力是没有抵抗能力啊。只要我们有适当的一个防卫兵力的话，那它就是处于挨打的局面。学者指出，去年汉光演习就加强演练反登陆作战，做好相关准备。若是强军决定两车攻台，一定会先以空中加飞弹战略攻击台湾的指挥管制系统，所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、战略保存也甲分散指管，这拢是目前咱方强化防卫韧性首要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几年台湾的厝价是直直起，民众买厝根本就买袂起。根据不动产服务平台资料，这10年来，全台湾贷款买厝的民众年会明显增加。去年前3季贷款买厝的人有1半以上，拢超过40岁。阿木拖车开入去工地，施工人员爬上应该真无闲。为了避免耽误工期，过来申请案是继续伫赶实。只是近年来，全台的厝价继续一直起，也后面上买厝是愈来愈困难。有不动产加达服务平台回证联定中心的资料，结果发现，将近10年来，全台湾贷款买厝的民众年龄明显增加。2023年前3季，全国新增加房屋贷款的族群40岁以上占的比率达到50.8%，也就是有1半以上买厝的人超过40岁。工作如果不太好的话，薪水不够高的话，可能不容易。一般平均可能3、4万开始。那如果以这样子的状况的话，确实年轻人买房如果不靠父母的帮助，确实比较困难。不动产加达服务平台研究总监陈杰明讲，根据内政部的资料，会用看到。全台主体计销指数已经对2012年第3季的78.96大起到去年第2季的130.80，短短10几年厝价大起66%。就伫台湾，厝歹买袂起已经是一个全面的现象。也这种情形也造成民众买厝年龄是继续延后。房租或者是说你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费，其实这几年都增加非常多。过去数据是30到40岁的人在买房嘛，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大概过半以上的要超过40岁才买得起房。现在要存够钱去做买房的动作的话，其实难度都相当大。另外就是整个房价飙涨的太快了。陈杰明认为，民众无在调买厝问题已经包含到整个青壮年族群。若到上买厝了后的贷款时间有30年甚至40年，买拄到中高龄失业，也是讲收入无亲像以往，所面临的压力会更较大。所以讲财务应该安怎小心来分配，也是买厝的人应该斗阵思考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台中市第3警分局外口，今仔日饭店柜发现有人去遐投放火。交在警察虽甲火拍花，才无造成伤亡。天光了后，警方抓到3个嫌犯，原来是一个姓张的少年家，因为涉嫌做诈骗的车手，将一案奉叫去警察局说明，伊感觉警方歹声扫，竟然就叫因朋友去投放火。
停伫警局边的前方车车身甲涂骹拢焦昏啊！测试透早0.28分，伫台中市南区复兴路甲学府路口的第3分局发生火灾，一台停伫边仔门的前方车卡刷熊熊出现火星，过路民众赶紧通报警方，值班的员警赶紧摕灭火器来拍火。车辆烧起来，我们都有马上发现，然后当然也有民众有跟我们讲，然后我们当然我们都有看这个监视器，我们都有自己有发现，我们就自己过去灭火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原来17岁姓张的少年，因为涉嫌做诈骗车手，车人到案说明了后，因为心肝万分，决定初7半暝，塞索姓孙甲姓朱2个朋友，到警局等汽油弹放火了后逃走，不过载车无导火，嘛无人员受伤。警方随成立专案小组，天都还未光，就伫西屯区甲姓张等3人逮捕。本案为张姓少年因不满警刑过程，教唆孙姓及朱姓友人夺持易燃物品，引发火势。警方迅速查明案情，天还没亮，即将涉案3人查缉到案，并依讯后前述依法就办。即马都已经拢讲得开来讲乱了了的啊！是不是安尼社会即马？讲得开来叫做人心惶惶啦。附近住户是讲，代志发生迄当时当伫困，坦白讲，担心治安无好，大家会惊。警方甲3个人依照涉嫌公共危险、放火等罪嫌移送法办，强调无用阮任何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市近前发生高中生去互同学抬颔棍的案件，是引起大家讨论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校园暴力事件甲偏差行为。通报的数量为108年1万件，到110年增加到15000件。大部分是发生伫咧国中甲高中，而且是以相拍甲偷摕物件情形占上侪。新北市有国中生互同学抬颔棍也不幸死亡，校安的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。教育部统计校园暴力事件甲偏差的行为，为108到110学年来看，通报的数量为1万件增加到15000件。包括相拍、偷摕物件等等的行为，其中疑似涉及杀人的事件，110年伫咧国中甲高中拢总发生25件，要安怎解决，这嘛是第一要紧。滥诉的一个问题，要有配套措施，不能再这样子下去，不然会造成老师的信心危机。教安人员的一个编制，整个他的一个职权的一个划分清楚，要让他有相对的这个执行能力。如果你真的没办法，要强制执行，甚至要对于家长科予滑板，以至于甚至于连结说你在家庭教育这一块，你要去做一些进修，家长要强迫可以协助学校教育一起来做处理。烦恼校安的问题，有部分的家长会送囡仔去私立中学，因为私立学校会汰选，管教嘛较严格。不过家长团体嘛点出其中的问题。多数都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长才有办法送到那样的一个私立学校，被管制的非常严格，学生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啦，他反而是让家庭功能更加的低落。教育部所辖管的除了学校教育之外，还有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，但是事实上用在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少。教育团体甲家长团体拢认为讲，校安的问题是真复杂，主管机关应该下部会来协调。讨论学生登去校园了后评估的机制，也该强化校安人员的设置，而且思考家庭教育甲社会教育的功能要安怎提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阿拉斯加航空一架飞行机，伫当地车五要为奥勒冈州飞去加州的时阵，起飞才无偌久尔，机舱的门煞熊熊规落去。机长是赶紧翻头飞登去机场，加载乘客甲机组人员拢总177个人是拢平安。目前航空公司嘛决定，共机型的65架飞行机是暂时停飞。飞行机搁飞伫空中，原本爱关岸的机舱门煞消失去，只剩一个空棚。机内乘客真侪人拢挂着酸素喙暗。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编号1282的客机，当地初五下晡载着171名乘客，为奥勒冈州的波特兰要飞往加州安大略。飞行机升悬到16000英尺高度的时阵，机舱门熊熊弹飞出去，互机舱内底熊熊减压。机组员嘛决定紧急飞转去机场撇降。Alaska or Seattle, Alaska. 1282, we just detected as we're declaring emergency. We needed to send down to 10,000. 机舱失压，互真侪物品互吸出飞行机外口。上我经机舱门的一个查甫囡仔，嘛险险互吸出飞行机外口，好出来人甲其他乘客紧急救落来。因为机组人员反应真紧，为出代志到平安飞转去机场，前后无到15分钟。飞行机的乘客甲机组人员当中177个人，嘛拢平安降落。
Yeah, I'm sleeping and I just feel the plane drop. And it wasn't like any other turbulence just because the mask side came down too. So that's when I knew like, oh gosh, this is something way different. And yeah, I started freaking out. 飞行以外，飞行机是波音737 MAX 9型的客机，出代至进前2个月才达完成配装，得到认证，而且为去年11月中才开始执行载客任务，已经飞过145届。这架客机当时是同一天的第3届载客任务。事发了后，阿拉斯加航空嘛决定暂时停飞65架同机型的飞行机。另外，美国 FAA 联邦航空总署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会对事故做调查，嘛下令要求同款机型的飞行机伫飞行进前要做4到8点钟的检查。结果影响全球拢总171架同款飞行机的行程。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。咱台湾有袂少所在停车位是真恶找，不过为民众怎徛伫咧停车格咧占位？嘛，清在因为安尼伫起冤家，警方提醒，若是以人占车位的这种行为是爱食罚单的哦。一个小姐徛伫停车格内底，汽车驾驶北区想要停入去停车格，小姐煞无愿意离开，两个人讲甲冤家，民众用人占车位的行为，嘛，互当地人无法度认同。现在不是不能这样吗？因为这样它本身的安全也是会有疑虑吧。用人去占车位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其他人没办法要停当下那个车位。事发伫初六中昼，高雄公山和平公园大林北路边仔，周边路段因为大上好塔，加上瓦公园车位真歹找，初一透早到现场查看，周边停车格拢停满车，部分车辆停伫无画红线的路边。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4款规定，行人如以交通平缓之道路坐卧蹲立，足以妨碍交通，可处新台币500元之罚款。用人占位已经违法，警方表示收到通报会依法追查，但同款的状况嘛发生伫台北。延吉街一个巷仔内底，一个女性杀红的仔车占车位，互赶搁比中载，汽车驾驶气甲提告公然侮辱。第82条规定，行为人在道路堆积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，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。若因停车位而衍生之公然侮辱等行为，则依涉犯刑法妨碍名誉罪办理。伫闹区还是市区找停车位真困难，但也因为安尼，互亲友先用人占伫车位，恐惊得爱食一张比停车费搁较贵的罚单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台北报道。高雄环状轻铁试营运已经1礼拜啊。不过，民众发现讲，高雄市府交通资讯的 App 系统哪像也未更新，列车上北也是路南是拢分袂清楚，也个路卡机荧幕等等的问题。针对这个问题，高雄市府讲会赶紧来做改善。美术馆去对面坐。高雄轻铁伫元旦正式成年试营运，美术馆大下中站爱河之心变双向发车，啊，毋过花厅月台伫大顺路另外一边，初一下晡未少民众走唔到月台。路白坐啊，阮就坐一年啊。有人到车站煞走唔到月台，也有人还未到车站，先拍开高雄 iBus App 查询列车到站时间，发现2班车拢是顺行，还是全部花停，因为市政府也未更新系统。蛮难分辨的，因为都是往里仔内站啊，嘿，对，然后就不知道往哪边这样。相关资讯在 iBus 上面的呈现，交通局已经督促高捷公司紧速更新，那预计在1月8日完成更新。轻铁成年试营运已经1礼拜，部分使用问题陆续出现，像讲路卡伫去年底改做进出月台时阵路卡，不过为少民众路卡了后爱看真久，因为机器的荧幕伤光，根本看袂清楚，互民众唔知影到底唔知有路卡无。上面看就根本看不到啊。我也听不到声音。所以说这个要加强一下，还是在里面刷比较好。捷运局甲高捷公司表示，试营运期间会赶紧收集民众反映的问题做改善，嘛提醒民众，虽然试营运期间坐车免钱，进出站也是会记咧路卡，才袂因为袂记咧路卡，互人扫卡。万一真正扫卡，会当登去任何一个轻铁车站路卡，安尼就会当解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来看，伫咧1908年成立的嘉义树木园。面积有8.6公顷，伫日本时代是咧生产材野的，内底有真侪热带性的经济作物，袂少在地人嘛会去遐运动。嘉义独立册店伫遐举办台语走图的活动，要带大家做伙认捌内底的事物，也个有日本时代留落来建筑。
压远，甲无压远吼，啊，咱来看是不是？你看伊遮有无？最后的解说。这粒仔的青枝落入涂骹，煞亲像甲石头落落的声同款。老师小解这种合作助力的食物，互第一届知影的人拢感觉真深刻。家己市的道理册店，伫家己市树木园举办台语讲堂，毋但导览内底的食物，嘛小解遮的历史建筑。日本时代就种介济树啊，包括这个巴西的这个橡胶树，吼，这嘛是咱台湾遮唯一吼有几大片的树林，啊，才有100年的这个橡胶树，啊，佮像咱这个肯氏南洋杉的母树。啊，实在就在进前可能经过，但是唔知影伊的名的植物啊，佮看到伊的种子，我感觉就欢喜。来这运动拢敢来行过呢，啊，即摆听老师讲啊，咱就加减了解安尼吼。这个树木园伫日本时代是大叶松材啊生产甲试验的所在，所以树木园内底阁有一寡东吹式的建筑。有宿舍、水表室、地下指挥基地等等的建筑，导览老师就带大家透过这个建筑来认捌迄当阵的历史。建筑面吼，咱有无共款的即个认捌，吼，即个物件叫做会当多元吼来看到即个嘉义宫，毋是干那植物，伊阁有一个历史面。家己来的毋知影讲，这历史是安怎发生的，但是有老师在安尼讲，阮才会知身临其境啦，系啊。占地8.6公顷的家己市树木园，为日本时代较大。内底已经有100多种的食物，是家己人平常时就会来运动的所在。道理册店举办台语导览，希望透过自然甲历史的角度，互民众透过母语认捌在地的历史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温度。北部地区上低14度，上悬22度。东部地区上低13度，上悬24度；南部地区上低14度，上悬26度；东部地区上低15度，上悬23度。来看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。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。稍等呢，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谱。我是丹妮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